是安怎你甲古堡集团无先交互我，颠倒去交互江明正？你是你这么花心？言出必行，敢是咱新丰组的规矩？即马反倒转来教训我啊！我无这个意思。桌上你会安尼做，一定有你的想法。我对伫桌上身躯边遮尔济年，就算讲今仔日桌上爱中医死，嘛是一句话的代志。我只是想要知影，敢是中医倒位做了，你桌上你无欢喜，请桌上你明示，互中医有一个改进的机会。既然你受教，我就教你一句话：要做大事业的人，一定着爱努力开。无毋对，我是答应过你，予你接班带子哦，也毋过即摆阁毋是时机咧。中医不在，请桌上明白甲我讲，什么时阵才是中医接班的好时机？当然嘛，要先替你铺一条平坦的路。顶摆虽然再生的小无。查袂出有啥物问题伫，也毋过我共款对伊无信任。媒体力量还赢过枪击，我无可能互经营集团飞伫再生的手头。桌上的意思是爱中医，搁去查一遍伊的小无？若是安尼，我是要叫你去接管经营集团，做总裁。我了解。桌上，这敢是我接班进前最后一个任务。你又搁袂记？我拄则才甲你讲的话，要做大事业的人，就爱努力开。你放心啦，既然接班是设定的事实，我讲过的话，无可能改变。安尼。你敢阁有啥物疑问？中医唔敢，多谢多谢。要较快活无？金苗啊，爸爸伫生意中遭总这遐侪年，什么款的大风大影甲奇迹，想要到最后，煞去互家己上界信任的人反背，古堡集团向伊都头路霸占去，我唔甘愿，我真正唔甘愿。包括这个江明庆，实在我苦苦，自从你来古堡集团，爸爸，你这样信任，这样重用伊，结果伊竟然恩将仇报。不过，上摆我庆幸的是，妈妈竟然为着伊倒太路，伊个人反背家己的亲人。拄则讲过，咱规家伙也要做伙打拼，啊是安怎？你甲伊都头脑狼狽为奸，设计陷害我，讲上来嘛是伊都头脑，也安尼，
咱20几搭个阿我，佮算什么货咧？你的心肝哪会这么凶咧？爸，有一个查某着咱性命，嘛嘛是安尼，信男嘛是同款，因拢是无血无目屎的骗子。爸，像像妈妈这款的查某，无值得你安尼为伊伤心流目屎。爸，就算讲你徛在这，问伊讲较济，伊嘛袂应你一句。伊安尼反背你，欺骗你，放生来滚过火啊，对人走，一款不修妇道的查某人。我唔信你，伊是我的妈妈，我恨伊，我恨伊！奇妙，不，奇妙，不能！爸，爸，你坐啦，爸，有安怎无？小弟一个啊。不管你妈妈有做些唔对的代志，伊拢是我这世人唯一真正爱的人。伊嘛是生你养你的妈妈，你的肺炎，这世人拢是我囝。我不准你人前人后，搁再讲一句无尊敬伊的话。伊若是听到以后，伊会足伤心的。你知影无？爸，伊拢安尼对待你，你想到我要对伊设想呢？奇妙，奇妙，答应我，好无？爸，你若信真用，我答应你，总有一天我会替你甲古堡集团全部拢偷倒转来。想袂到，才无几工时间尔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。这拢爱怪阮妈妈，伊哪会当对伊都头拢走，搁这么忍心来伤害阮，我真正是替伊感觉足见笑。金麦，既然代志已经发生啊，你嘛只好接受。我即摆是咧烦恼，古堡集团经营权已经落在伊都头拢的手头，一定继续之前的规矩。买条球队，解散球队。嘿，我都想无咧，迄个伊都台老时啊，细汉的时去互球牵着哟，才玩两棒球。先生，您放心啦，不管安怎，我也是古堡集团的董事。若是有人敢提起要解散球队、卖掉球场，我一定会反对到底，尽全力来保护球场甲球队。也毋过，我希望恁大家会当保守这个秘密，先莫讲，互其他球员知影。较免去影响到大家练球的心情。那这点吼，我兼我咧想法同款。对咧，有没有？会当借问的，恁即摆是安怎？阮爸爸去甲心脏病发作，即摆人倒地病床。恁敢若烦恼球队甲球场，无烦恼阮爸爸的死活。你不敢袂记哦？古堡队若毋是阮爸爸支持，今日恁敢有法度听伫遮讲话？无啦，金苗，你误会啊！阮都听到讲总裁破病，毋当中央来看的，无阮才开头顶来看吼。唔免啦！我无可能因为球队甲球场的代志来影响阮爸爸。只要无恁的代志，恁会走？哥，是我甲志强讲爸爸破病，人毋才会过来。你莫来凊彩网络人来好伊好无啦？你敢点点啦？我看你根本就无关心爸爸的死活。啊若无，你现在打电话给这个人，来甲我讲球队甲球场的代志。我金麦，金苗，你心情无好，阮大家拢有当体谅。要毋过你无应该是非不分，连金我都怪惨落。尤其是拄则，你无应该对生人遮尔无礼貌，竟然这回事呢？对啊，金苗啊！国家老讲你嘛是棒球的人啊，就算你的手受伤啦，
啊，不过你的头壳无歹去啊！敢讲，谁咧甲咱教朋友伦理，你拢袂记会晓？我毋是棒球人啊！莫甲我讲什么棒球的伦理啦！我敢若知影，我即马伫阮兜，恁无资格进门大户来甲我教死啦！先輩，我本來來這是要關心總裁袂正，也毋過你的態度，我實在看袂落去。我必須要甲你講，來到這都是關心你的朋友。你若是來正面本我，講一個傷人的話，恐驚到最後，你連一個朋友都攏無。梁家明，你莫了准讲你伫美國大聯盟做投手有啥物了不起？我甲你講啦，你伫我的眼中啥物都毋是。你无资格伫遮甲我讲话啦！你真正是有理讲袂清啦！出去！恁大家拢赶出去！奇妙，出去啦！哥，你哪会当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大家啊？用我啦，无要紧啦。金明最近发生一连串的代志，咱大家应该了解伊的心情。无我先来走，干嘛你向总裁替阮表达阮关心之意？我一定阮在一起，我一定阮在一起。玉芬啊，都已经超过咱约束的时间啊，江明正还搁未甲心珠传过来，伊敢毋是反悔，超工你讲装笑的？伊想好先莫变过来啦，我过后是爽快，啊若无，过后死个真痛苦。进来。洪子，江明进来啊。好，进来。是。啥在来哩啊？心珠咧？伊来丈母嘛，真失礼啦。虽然讲迄天我有答应你，今仔日要将新珠交出来，也毋过哦，我等于详细想想咧，我决定暂时袂当交出这张保身符，以免叫你杀人灭口。江明姐，你嘛唔通袂记，我的手头也阁有你爸早后你写的，要甲林天生抬死的文件。只要我若甲文件交予天生，做完走过回，你嘛共款会死啊。白纸黑字。嗯。我看吼，你先甲迄张纸摕出来看详细，才讲。是白纸。王子啊，我明明检查过几落遍，我才交代予你的啊。是安怎？你会变安尼啦？玉芬啊，迄天你交予我的时阵，我就一直锁拖底，无可能去互动过。江明姐，你到底来无啥办？坦白甲你讲嘛，袂要紧啊。这文件哦，是用特殊的墨水写的。24点钟以后，你就会自动消失。也毋过哦，看在你提拔我一个国宝集团总裁职务，新竹我就暂时袂予伊有甲社长上见面的机会。也毋过，以后你若是唔肯配合我的计划，迄就真歹讲啊。江明姐，你这小子，我爱你马上付出代价，同人做掉。是。等等来啦，王子，我知影你是要替我出气，但毋过你来做，你是害我赔死。丈母，也是你的头脑较清楚，知影是谁在做主。
阴暗的庆功宴哦，我该麻烦你，替我伫社长上面头前讲几句好好听的话，互伊更加放心将国宝集团交我来管理。我相信，你一定做会到的。赵文啊，敢讲你这世人找我心事，你就爱一世人，拢互江明静甲威胁性。伊袂记啦，我手内还阁有林天生这张王牌伫的，写我一步一步，甲伊细粒抢过来。死到林天生都爱听我命令啊！江明静是算啥？对，以你的头脑，规气你来做老大的，安尼江明静只有死路一条，这确实是上完美的结局。江明静，好惊赛，这天你绝对袂天想过。我总算是等到一天啊！想到金万山惊吓表情，气甲强要昏倒的面腔，我阴暗做梦落去笑。这摆大胜利，大家拢真有功劳。来，杀！杀！杀！其实对玉芬，我感觉真歹势。还受到伊两个囡仔对伊袂谅解，委屈你。袂啦，虽然讲我希望讲甲两个囡仔带在我的身躯边，也毋过我答应过你的话，比一切搁较重要。因嘛已经大汉啊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因一定会当了解咱的爱，嘛一定会当体谅我。来，坐。今仔日，咱已经得到古堡集团的经营权，盼大家拢伫个，我要来安排大家工作，继续伫台湾的商场拍出咱家己的天下。玉芬，你原本就是古堡集团的副总裁，你对经营古堡集团有啥物看法？你今日毋是跟大家面讲过啊？爱明静做古堡集团的代理总裁。明静甲心爱，因两个能力真好，对古堡集团营运又阁真了解。不如安尼啦，互明静做总裁，心爱做副总裁。也毋过这件遮尔重要代志，当然嘛是爱经过你的决定。哪着需要决定，就照你的意思做就好啊。恁两个人唔通辜负玉芬对你的提拔，爱好好甲古堡集团经营落去。多谢社长上甲夫人的提拔，我甲心爱一定尽全力，将古堡集团业务带向另外一个高峰，替恁赚大钱。我嘛一定尽全力协助民警为恁效劳的。真好，坐。蔡生，我想要甲经营集团交中医来掌管。你做副总裁，爱用上紧的时间，互中医了解媒体是安怎经营。则讲大家拢有功劳，说要甲我为总裁位置救落来。蔡生，有啥物意见讲出来，大家拢会当讨论的。无意见，无意见啊！表现的安排绝对是上佳正确的。我一定尽全力来协助中医，伊真紧就用担起这重担。中医，互你掌管精明集团，就是要准备互你接班的开始，爱好好表现，知无？嘿。惨啊！
表兄派中医来接管，一定是佮对我起疑心啊！我开工公款，无可能像顶摆安尼，佮做假钞就用过关啊！我这条命毋就乌有去啊！袂用的，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。喂，水手啊，你先定定听我讲，即马火烧卡床啊，赶紧将开矿的公款补起来。啥？无钱？我唔管，就算讲你卖厝卖车，也是将你家己卖掉，一定嘛要将开矿的公款补起来。也若无，唔是你酒馆，就是咱两个斗阵死，听有无？好。啊，咱总算达成咱的心愿，得到国宝集团。心爱，有欢喜无？当然是欢喜啊！啊，毋过咱共款是咧替社少送卖命，啊，毋是真正得到国宝集团的资产啊。反正即马哦，伊到头路全拢听周玉芬的，周玉芬又搁爱听我的。咱要真正得到国宝集团做主人，这是早晚的代志啊。美静，周玉芬到底是有啥物弱点落在你的手头？谁让你对伊这么有把握？我一定的阮在一起，我一定的红阮在一起，一定的阮在一起。周玉芬到底是有啥物弱点落在你的手头？谁让你对伊这么有把握？既然咱是同一条船顶的人，我真是足无介意你安尼有代志隐瞒我。心爱，既然你拢讲咱两个是同一条船顶，那呢你应该要相信我，我绝对袂互咱两人并存。你只要好好享受你做副总裁的滋味就好。啊，毋过明静，告诉，莫阁要唔过啦。心爱，你看，咱总算会当光明正大，甲客杯新主牌啊摆出来。我看规气安尼啦，咱甲客杯新主牌啊请去我的总裁办公室，互伊逐工看到咱威风的模样。明静，咱即马有能力啦，咱一定早一天完成客杯的心愿。心爱，后一步咱要做的代志，就是甲国宝队改回原来客杯金城队，然后开始甲所有过去对不起客杯甲咱的人，一个一个甲伊算忠孝。即马，请移道总裁来甲大家讲几句话。各位，伫咧我的心目中，无分职务的关系，只有能力的好歹。四字送互大家，强者生存。各位，总裁已经开金口指示啊，为即马开始，业务达袂到标准的，一律开除。精英集团需要的是真正的精英，毋是无路用卡车。严管理做事。中意啊！总裁，你果然有两步车来，一上任就来一个蛤蟆尾，以后这个员工一定会认真打拼，替公司卖命。我想无人敢搁误会啊！表兄派你来管理公司，确实是英明的决定。我头拄仔已经讲过啊，职务无分关系，只有能力的好歹，嘛无人情通讲。你若是讲唔肯改掉你迄个贪财好色的歹习惯，互公司去受到损失，
即马开始，这栋国贸大楼都伫咱的掌握之中。欢迎总裁、副总裁。这椅仔坐起来，敢真是有遮尔啊舒适啊？毋那是舒适尔咧，这只椅仔袂输啊容易。即马我就是立着大权的皇帝啊！入来。总裁，金融董事阁有要紧的代志要记哩，赶紧请你值班。这么大只要来求好，以前伊对咱的态度遐尔摇摆，应该是爱互伊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叫伊入来。是。安怎？你是歹势见到金融？我歹势啥？我做的拢是我应该做的。要怪就怪伊，啥时候要生做金盘山的后事。也毋过，伊是真心的爱过你。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伊对我的不了，我永远拢袂记的。就算过去，我真是欠伊啥，即摆阮两个人嘛拢已经拍平啊。是啊。金董事，来，请坐。丁副总裁，你嘛过来坐啊？金董事，你想要啉啥？唔免啦，高明姐，我今日只等下，你拄则叫我啥？江明进这三字，敢是你咧叫的？我是国贸集团的董事，唔是你的一员。你廖准讲你的名有啥物了不起？我以前就是安尼叫。以前你是金界的大少爷，也毋过即马已经改调换代。就这间总裁办公室，你就爱尊称阮两个江总裁甲丁副总裁，你毋才有机会继续留伫咧遮，甲阮讲话。你走，安尼我无事。即马是你有代志要来求我，我无叫你跪咧涂骹，甲我磕头赔罪，就已经袂歹啊！高明姐，你做啥？我这个大总裁时间是真宝贵，无闲甲你伫遐拖。你若唔愿叫，紧甲我出去！江总裁，丁副总裁，安尼唔才对哦，人生年困才是大丈夫啊！你讲，什么代志？我今日来这是代表金价，想要用国贸集团40个股份来交换集团银行饭店、球队甲球场。虽然你金价要破产啊，也毋过你这个大少爷做甲真管事，讲话口气阁不止啊大嘛。丁副总裁，你看这条生意敢会做？总裁，我认为即摆咱拄接手尔，暂时还佫无适合卖掉其他的产业，以免引起其他的股东抗议啊。恁讲的分明就是借口，股东除了阮兜以外，敢若剩你的头家伊都头拢，还佫伊的表小弟。哼！啊，生理囝就是生理囝，既然听得出来，这是借口。那呢，我就坦白甲你讲，我就是要甲你压落底。你的40成股份，上最敢会当买国宝银行甲饭店，球队甲球场，我是绝对无可能互你。我知这个球场有你甲新迈两个人真侪美好的过去，国宝队
更加是恁两个人共同心血。所以你留恋过去的甜蜜，唔敢放，对无？你莫伫遮自作聪明。球队甲球场是另外坚持要伫的，我根本就无兴趣。我敢若希望这世间上有这种药啊，会当洗清我的记忆，我放我袂去有关球队的一切，尤其是迄个查某，我想着就想要吐。金勇，你跟我较差不多的哦。我无嫁予你，迄是因为天公伯啊有目睭，唔互我缀着即个哪做水啊要倒，佮啥物拢袂晓的大少爷身躯边食苦。你会知影哦，跳出内底是我，这条生理，咱就唔免佮讲落去啊。金勇，你学了真紧。伫个比你有款势的人的面头前，就爱忍气吞声嘛。若是有机会哦，我加教你几只做人的道理，保证予你一生享受人生。哼，今仔日甲你讲啊真欢喜啊！趁我心情好的时阵，你紧做一个决定。若无过了今仔日，了行恐惊就要停讲，只惊对你不利。好，我放弃球队甲球场，接受饭店甲音乐。这是聪明的决定。金勇，我愈来哦愈欣赏你。若是有机会哦，咱两个多多合作。好啦，你去秘书遐签一份同意书，等正式的合约若拍好，我才叫你来签名。是讲哦，正式的合约，你敢看有哈？到时阵哦，恁老爸若是无死，上好是叫伊做伙陪你来，安尼较妥当。我一定在一起，我一定会红粉在一起，我一定会红粉在一起。精神提出来，无体力是要还是人吧？哎，你安怎样？你无看咱练球哟？大家休困一下，我有代志要宣布。练球的时阵，总教练上大，我也是尊重你是总裁甲副总裁。有啥物要讲，紧讲咧，莫影我练球。金教决定要脱离国宝集团自立门户，而且金融嘛已经签了同意书，唔免偌久，球队甲球场就甲金教完全拢无关系。无可能，金勇甲国宝队看比家己性命更重要，伊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放弃球队甲球场。假使恁若唔相信，你哪可以看？安怎？白纸黑字，敢袂当骗人？从即马开始，国宝队就正式改名叫做金城队。啥？金城队？你的意思是讲，进城有就是头家就对啦？哎 ，Lady， 假使真正要号这个名，这个名听起来实在是有够爽啦！你是要啥哈？哈？我甲你讲，国宝队的前身都是上优秀的金城队。创办人是受全国尊敬的棒球教父谢金城。林胜若是无甲伊球队改回原名，会用自动退出，我绝对袂甲伊留。不管恁大家心肝内是安怎想的，就安尼决定啦。你
恁大家上好，甲我好好拍拼，为金城队争取4连霸的公赢。谁俩？我听唔到无啦？金明我甲咱放鸟水走啦，无伊管咱的死活。金明甲咱大家共同奋斗拍拼，国宝队才有今仔日。就算讲伊即摆已经袂当投球，心肝来感觉真痛苦。我绝对相信，伊要甲球队甲球场双手送互别人。规件吼，咱甲问题清楚啦，看咱点才有朋友。金明，真的啊？他找我是有啥物代志上？你甲我讲我清楚，就算你的手袂当去投球啊，也搁咧误解志强，你嘛无应该放弃球队，放弃球场，放弃这班咱同咧拍拼兄弟啊！真的，你讲放弃球队甲球场是啥物意思啊？你家己问伊啊！我只是用股份甲高面前交的一寡资产，伊唔肯甲球队甲球场互我有啥物办法？哥，遮尔大代志，你哪无甲我参详呐？他即马厝内底事业是我伫做主，我做代志干脆我甲你参详。我是球队的领队呢，而且我嘛有答应大家会守住球队甲球场。啊，你即马安尼做，我是要安怎面对其他球员？那你毋是搁较好？从即马开始，你就毋免面对伊大家啊！你金明，金明，你误会我是一回事，放弃球队伊阁是另外一回事。国宝队甲球场有咱同心协力、共同拍拼的心血，咱还阁4连霸目标还未完成。你会记得无？咱要做伙计划，要伫这片土地创办一个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。你会记得无？咱这兄弟，甲你做伙拍拼，你即马竟然要放球队门关做你走，球队未来伫倒位？咱的理想咧，放手啦！志强讲得对，真正你若有问题的时阵，拢是恁两兄弟同齐处理的。即马你有困难，你袂使叫志强这个兄弟来斗相共啊，卡着一定要甲球队让江明正。兄弟，你根本就无甲我当作是兄弟。我即马放弃球队甲球场是安怎？球队甲球场本来就是阮兜的财产，嘛是阮兜淡薄的本钱。只要有机会，互金甲东山再起，就算讲要放弃尊严，互丁心爱甲江明清糟蹋，我嘛愿意。领导是你洪志强，到阮兜放弃球队是管你啥物地位？只要球队无改善，你会当继续拍球，继续赢钱。你阁有啥物不满意？洪志强，你即马是有啥物资格徛伫遮？质问我？哥，志强伊嘛是无想要看到你放弃你上较爱的棒球啊！你为什么就是无爱听伊的解说？真没本哦，也要采购这你有来怪伊？真没本的人是你啦！留喺球队有啥物路用？即马。敢若趁钱、拼事业，咱金家才有翻身的机会。今晚，爸爸即马搁倒地面床，你千万莫互遮个人骗去，互敢若剩一口气的爸爸气死！你到底是爱我吗？哥，你才听有啦！莫浪费时间啦！我决定的代志啊，绝对无可能改变。进前大家咧求神拜佛，世界找名去甲你医治。嘛是希望讲你会较早精神，甲志强联手为球队创造奇迹。哼，即马果然创造一个互大家受担袂起的大奇迹。你一个精神，规个球队都非常在手头。早知会发生这代志，我著拜托神明哦，互你我莫气起来啦。我嘛希望我会当昏迷不醒，啊，毋过真可惜，我已经醒过了。我已经看清楚我身躯边残忍的真相。任何当阻挡阮金家东山再起的石头，我会无偿证明，甲伊踢走。金阳是为着要挽救国宝集团，放下一生甲爱的野球。我这个老爸真正无路用，我真正对不起金阳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
金万山，你去个无路用的后生，叫我压甲死。我早就咧等你亲身来讲这条心理。你嘛知影，野球是金庸一生的理想。对野球，伊毋若是出钱，还阁奉献出真侪的心力。若毋是因为对野球的热情，伊嘛无可能这来见着册价来。我实在是不忍心，看到伊这尔侪年的心血变成一张空。只要你肯将球队、球场给我愿意放弃饭店，放弃文校。你竟然要用银行甲饭店来交我球队甲球场？金万山，你这个算盘，但定甲比你迄无路用的后生搁较差哈！你真正互我足失望的。你是不是因为是破病，头壳烧歹去啊？哈！有一款代志，毋是会当用钱来判断价值，请你答应，球场、球队互我，那马上签约宣告。无可能。金万山，我甲你慢慢仔体会强陷害，所有的心血变成乌有迄种痛苦滋味。当初你用卑鄙的手段夺走别人的物件时阵，你敢有想过讲，你嘛会惊你啊？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谢金城这个人，你还阁会记得无？你莫甲我讲，你对这个人一点亏欠的感觉拢无。但是你陷害的人伤过济啊，济到你根本就记袂起来。我当然会记你。谢金城是我熟识真侪年的老朋友，我球队可是伊袂互我的。你后袂讲，伊根本就是叫你变个糟透无咯。伊只好将球队卖互你，阮客伯才含阮来死。客伯，你是谢金城的客查某囝？也有我是谢金城客囝。我甲心内伫过年的时阵，是受留，红一个温暖的家，红未来希望。在阮有一点仔能力想要报答阮客伯的时阵，这个家却因为你一时的贪念，完完全全叫你毁掉啊！我搁会记迄时阵，阮客伯心里一歹，也毋过伊喙齿紧咬咧，无共讲，叫阮专心读完大学，然后开始有这款咱厝的土地。伊搁甲阮安慰，叫阮继续读。这款下来落落，看到我一个人在厝，照顾阮客伯，伊竟然想要趁迄个机会来欺负我。你知影无？阮客伯无顾伊家己破病的身体，拼死命才甲伊赶走。啊，毋过最后，还是因为病情恶化，无过偌久，伊就过身了。原来你这样痛恨我，佮甲伊到海路斗相共来对付我，是要为谢金城报仇。无毋对，假使若毋是因为你，阮嘛袂失去父爱变成孤儿。假使毋是你，阮嘛袂去迄这块人变个糟蹋无路。若毋是你几了的生活，我心内嘛免下定决心，放掉做人的事业甲尊严，专心去追求讲心民主。讲起来，阮两个今仔日，我会感谢你啊！你误会啊啦！我哪会去陷害我家己的好朋友？金城兄，伊真爱野球，也毋过袂晓经营球队。无到最后，周转不灵来找我斗相共。我嘛有尽我家己的力量去帮助伊，哪会知影？最后伊也是破产，球队摕出来拍卖。迄当阵啊，金庸当咧小野球，准备去拍纸棒，我毋知甲球队买起来。阮客伯即马无伫啊，话要安怎讲拢随在你讲啊。我会用个就抓。我绝对无做任何对不起金城兄的代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俺不相信的，
只要你伫客爸面头前跪落来，来磕一摆头，你唔对。啊？假使我照你的话去做，你就愿意用球场球队来甲我交换银行饭店，对无？迄就要看你安怎表现。害你的人即摆跟跪在你的面头前，甲你磕头认罪，我总算是替你讨回一个公道。好啊，莫哭，客袂得酒泉以后，万爷面目。金万山啊！你这磕过头，到底要解释给我？最痛！就算讲你要死，马甲我磕完一摆头才会当死啊！紧甲我头啊！好啊！紧的啊！林静，你看你说的好啊啦！无够啦！讲你袂记咱在公司的时阵，伊是安怎甲我糟蹋？咱等这个久，都是为了一天啊！金万山，紧甲起来，来磕头啊！我都讨厌卡小啊！哎，小等，小等咧！你有讲去，你有答应去，球队骗我讲过话就准算了。我叫你去死，你要去死无哈？哈！金万山，我甲你讲，这番想我甲你结大啊！莫讲，我球队球场了你，银行饭店一千五你，我嘛袂予你啦。你甲你的四成股份保管就好，看安怎来处理你。你以前甲我当作是沙头咱连涂骹，今仔我一定要甲你紧甲摸倒，看恁破产走投无路，才当伤我心头一分。你若是要翻身，咱后世人。原来真心爱，甲江面前的客爸，甲爸爸过去有一段恩怨。无怪伊拢唔去甲球场、甲球队让国国，这根本就是伊要对回来的目的。迄当阵啊，金庸当咧小野球，想要组一个棒球队，拄好有这个机会，我就甲球队标落来，想袂到选曲金城误会是我设计陷害伊。爸，你着莫阁怨叹啊啦！我相信你救济人心，总有一天伊一定会了解真相的。我叫误会是袂要紧，也毋过我袂晓说服心爱明情，甲球场球队换都要互金庸，我实在真无路用。爸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
我若知影你去找因求情，我一定会阻止你，因为我根本无重视，是不是会当为救对甲救着？金阳，你讲的敢是真心话？敢讲无救对无救场，就是真正无任何遗憾。哥，我唔相信。自细汉，咱两个就是心灵相通，咱的兴趣甲想法嘛拢同款。我到即马阁足爱棒球，我相信你嘛是同款对无？一个无法度投球的投手，就好亲像无生的鸟仔同款，永远拢飞袂起。棒球对我来讲，是少年时代的生活。这款幼稚的生活已经无适合我。今摆我要赢的，不是棒球的比赛，是心理上的战争。啊！你做你放心，我会把咱失去的全部拢讨倒转来。以前的你充满着理想甲热情，不过今摆的我，一切向前看，变啊真歹斗阵，真现实着。不管你变了安怎，你永远拢是我上界亲爱的哥哥。啊，毋过我是在烦恼，心也较明净，因存心报复，连咱要替我另外创业，也唔肯互咱走。强行国宝集团早晚会毁在因的手头。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我今日要甲你厝内底有关妈妈的物件，全部拢毁掉！小鬼！我实在足冤魂，我实在足冤魂呢！哥，你莫安尼啦！景华，咱是安那有一款连好外人放硬放假的妈妈，你敢知影？爸爸为着我去救江明强，搁甲伊跪落来。我说什么拢无法度做，我实在足无出头的，我实在足不好的。哥，你莫搁怪你家己啊啦，迄是因为妈妈。伊不是咱的妈妈，伊不是。人讲虎毒不食子，天啊，敢无这款袂见笑，敢若伤害家己亲人的妈妈？叫我，你甲咱拢毁掉啊啦！哥。妈有啥物苦衷啊？你即摆是在替伊解释上？我嘛是唔相信妈妈会变甲安尼。到即摆，我也是同款袂当接受妈妈已经离开咱啊。我真正足希望，这是一场噩梦。当噩梦若是清醒，一切也是会当甲较早同款。无可能，一切甲较早无可能同款啊，拢是，甲咱这个家母甲弄假煞体，我悔意，我悔意。金瑶，我不准你安尼讲。我拢安尼对待你，敢讲你袂记的？你即摆搁在维护伊？不管安怎，伊拢是你的妈妈。你做人的后生，袂用怨恨家己的妈妈。我就是怨恨伊，我就是恨伊。回你滚！你讲啥？你讲啥？
你唔通背的价值。细汉时阵，是谁安尼一喙甲你饲到大汉？你半暝醒起来在哭在闹的时阵，是谁安尼规暝无困，甲你摇到天光？也搁有，你第一摆出片的时阵，莫搁讲啊！金玉，爸爸嘛真疼心，会发生这款的代志。也毋过，你就是袂用怨恨你妈妈。我是安怎袂当怨恨伊？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。爸，你甲我讲，妈你就该是对的。做人的时阵，就是袂碰的长辈。你问我是啥唔对，我跟你讲，是我唔对。确实是我。假使我是一个好后生，你妈妈要哪反背这个家，要怪，你就怪我啦。爸，这边哪能怪伊？那是因为不守妇道嘛。你敢点去？不准听你讲你妈妈。你明明就是安尼啊，爸！伊唔那是串通外人，误导古堡集团，搁伫众人面头前讲伤害你的话，伊拢无带念翁仔某的情分，你搁替伊讲话。人讲做大父离心，伊就是我的人啊！好啊！爸，中义啊，英暗吼，你实在应该陪我甲恁倒送说定去食暗顿啦。迄菜哦是做甲食袂完，足拍算的呢。真歹势，西餐我食袂惯势啦。遐气氛真好呢，你知影无？恁倒送啊，叫人吼布置鲜花的烛光晚餐啊，搁有请人演奏咧。我还是较惯是伫厝里食，以前拢是阮卡送亲身煮互阮倒送食。你甲约克的感情真好吼。迄是当然的。阮卡送对我真好，甲我当作是伊的亲生后生咧疼惜。即摆约克无伫，我嘛共款，会甲你当作亲生囝来疼惜。真多谢，我只有一个卡送。永义，明日讲话遮尔无礼貌。无要紧啦。我早就甲我家己讲过啊，爱怪死别人的眼光啊。我问你，假使讲今仔日你若毋是甲规间餐厅拢包落来，拄到你熟识的朋友，你会安怎介绍我？你看，连你都讲袂出来啊，对无？安尼，你要哪会当怪中义？结婚啊！你看，你叫我结婚，中义，你咧，你安怎称呼我？金夫人。我较介意，印度夫人，这个称呼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一道夫人永远拢是卡送，伊的地位任何人拢袂当代替。道送，请你考虑我详细。你是咧假死我是？中义唔敢。我知恁卡送真秀丽，我袂怪你会安尼讲。不过新丰做的规矩。敢无教你讲爱听我的话，照我的意思去做？我并无袂记，我只世人永远拢会听道送你的命令，尊重道送的意见。啊，毋过就有阮这个外人，伊永远拢袂当成为一道夫人。
无了。算来我这条命，嘛是靠上用伊的命换来的。我相信岛上应该袂希望中义做一个忘恩背义的人。 我一定风再起，我一定的风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玉芬啊，你是去创啥？我要搬离开家啦，等你若有闲的时阵，再来。 等。我真无简单，要等就一天，会当甲你久久长长做伙一世人，你安尼话走就走。敢无看到拄只中医，看我迄种眼神，好亲像要甲我拆只萝卜共款。我要哪知影倒一天，伊会无声无息，就甲我这条命收去。到时阵，我连家己安怎死的都唔知。 会啦，中义是有靠自细汉采用大汉的，伊搁捌救过伊的命，伊搁有靠，迄嘛是正常的。你自己放心，中义敢若听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叫伊做啥，伊目头夹都袂夹，袂照我意思去做，伊袂伤害你啦。 天生，我无顾一切，等来你的身躯边。即马，你就是我的天，就是我的一切。你袂我失望哦。变哪会呢？你是我这世人上爱的人。等我若是做伊豆夫人了，我才看中义这只忠心的狗，是对我，也是对佑可有威力。 自责啊！爸爸中风晕倒，这嘛不是你唔对啊。是我唔对。拢是我甲爸爸气甲中风倒在这，我该死，我真正足该死的。哥，你莫甲所有的过失拢打在家己的身上，好无？最近公司发生遐尼多代志。 妈妈搁向用变一个人，小莲煞的打击，这是谁拢无法度承受的啊！你着莫搁安尼责备你家己啊啦！对嘛？你唔知影，我即摆生活头足乱的，我感觉全世界拢在改变。天公伯，互我失去投球的能力，我上好的兄弟，甲我心爱的人反背我。 我就会当相信志强，为什么你袂当？只要你肯拍开你家己的心结，志强永远拢是你上介好。莫甲我提起迄个人的名。哥，今嘛你爱甲家己的心情稳定落来。爸爸阁需要咱两个人来照顾啊。医生讲，爸爸的病需要长期照顾，咱两个兄妹啊，应该同心合力啊。 哥，无你先回去休困，我交我来照顾就好。对嘛？你先回去休困，我来照顾爸爸。就好像如你讲的，咱先家己照顾好，才好度照顾爸爸。还是我留落来啦。听过话，你先回去啊。
金曼，志强，你爸爸昏倒有要紧无？志强。金曼，莫搁哭啦！你拄则毋是讲，只要照医生的指示，好好做复健，恁爸爸一定好起来。莫搁哭啊！你若爱坚强，恁爸爸即摆年真需要你。对啦，金龙伊好无？不过我讲，伊也是真我父妈妈，伊嘛绝对袂原谅伊的。我会当体会金龙向上亲的人反背心情，代志像安尼发生，连我嘛毋敢相信。我嘛感觉伤心，有妈妈，有阮拢无法度明白的苦衷。我嘛是安尼想。西麦。讲，你爸爸去用送来病，你的消息搁真灵通，阮爸爸唔免你等下加好心啦。金冠，你即摆是想要安怎？到我面头前耀武扬威等位好是无？然后像我大弟阿公起来，甲伊当作是朋友。这个人是遮尔认真，遮尔坚强啊！即摆你得意啊？你即摆来看我大弟就袂死我？金冠，是麦，你先走。走啊！你走！你走！我因为老妈就做掉你啊！你快！国不集团已经落在民警甲我的手头，国不队。嘛要改回客背金城队啊！我要爱金钱、甲地位，拢到手啊！我应感觉真欢喜才对。闪在我心内，一点仔欢喜的感觉拢无，颠倒感觉愈来愈空虚，愈来愈沉重嘞。跌掉我所有的一切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我失去所有。你讲别啊！告诉我，我唯一用我家己所有的一切，爱我金我的友情，赐给我温柔，我可有陪伴。你敢满意宣传我？你敢满意宣传我？你讲咩啊？为即马开始，只有金城队，无国保队。你失去了战场，也等于失去了一切。你即马是在甲我搬倒一撮嘞？你已经拄我几廿刀啊！你到底是啥物款的查某？我要做明情眼神的伊大夫人。金冠的心甘情愿叫。国宝集团还阁无交心，你了解就好。即马无人我选倒一面，不是无做就是无靠啥，我要当靠啥赶快，我三工靠啥都伫咧我的身躯边。